朋友都面谈了呢，年年中户人小六狗上街绕，年年唱小队，你要广西南宁唱小队，你一直印度那时候唱小队个，这肉屋呢，估计都了的附近口唱了嘛，我也练习这都练空了嘛，我估计都从干好嘞，还用一分节奏拼奏。早如今古天的装佛的多到那家谁的手，那么多的是么菜的，练习这种菜了嘛，那千万注意，你一直人家的广西南宁和创小对唱了嘛，你要中户人小六狗绕个，你讲中啊？那么多么菜练习，你微信上的 QQ 微信好讲，如果发现要动菜的话，那就他每天练习个。国家发你真实的身份证，这身份证啊，他有的河南你都说够多样了啦，那让你搜只是国家发小一米的你的身份证你搜过，国家发你搜。好，嘛那家搜清楚这个。河南你能被我逃离呢？什么都身份证要是的，你被我逃离呢？现在呢，咱家用这真正的你的身份证编号么都要是的呢，都才那了嘛。错有个没有都有个没有都呢，没有都么的，都知道人家都错的呀，知道你老了呢。我在打那天报呀，你知的，一直人家唱小队合唱了。那家注意到早如今了，古天的想和那个的，本来我只想装佛的多，我只想让到你几万路的什么的，我想嘛以后那家的都得上上当水平，看古天嘛干，那现在还是注意到个，嘛动产了嘛已经，我脑里还已经错好多都的描述的都错好多毛天了，那特别注意个了。年年中户人小六狗上街绕，古都没有都水平了到了个，千万你家谁在这上面水平这个了，你都定菜的，你要 QQ 微信了，你报要到那里活了嘛，你被我逃离，主要你长相就要到那了，你长真正的相片也到那了个了，嘛你家谁在注到，你要到北好长的那的最老的唱小队唱的，要到。广西南宁其他的分部的唱小队唱都没下来，但是最老的合唱唱小队人家广西南宁了，现在报的那个让到的装佛的嘛，你只装佛那个，因为那个都定差不多话，那就是报的话呢，谁都才能错那人刚好唱小队唱的个了，那现在装佛的嘛，为了现在的安全个，我娘呢，姑娘的呢，我从头到现在呢。